1999您好，敝姓杨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1999很好，肖向荣，真欢喜为您服务。1999很好，肖向荣，真欢喜为您服务。杨小姐您好，杨小姐很好，杨小姐很好。我家外面的路口有个坑洞，我有看到背街路口有一个坑，我有看到背街路口有一个坑。我儿子开农业搬运车，我来是农业搬运车，我来是农业搬运车，经过跌倒受伤了，经过跌倒受伤，经过跌倒受伤。这个坑洞啊，影响到我们的安全。裂窟影响到我们的安全，裂窟影响到我们的安全。大家常说千里平路，好跑又好走。人讲千里平路，好走又好行。人讲千里平路，好走又好行。一个坑洞跌倒会要命啊！一个窟跌倒会寿命，一个窟跌倒会寿命。了解，这边立即为您反映。了解，我验系统反映。了解，我验系统反映。请问您贵姓？怎么称呼？请问贵姓？爱让顺称呼。请问贵姓？爱让顺称呼。我叫彭满妹。我是彭满妹。我是彭满妹。彭小姐午安。彭小姐午安。彭小姐午安。请问坑洞在什么地方？请问窟在乜嘅所在？请问窟在乜嘅所在？在享学街1号这边。桃享学街1号裂片。桃享学街1号裂片。享学街1号。是的。享学街1号。嘿。享学街1号。嘿。请问它是在路中间还是路边呢？请问它是在路中央也是路边上？请问它是在路中央也是路边上？在路边的地方。头路边上。头路边上。好的，可以稍微描述一下坑洞的大小吗？好，是在2月公下，窟界太细毛。好，是在2月公下，窟界太细毛。差不多一个篮球那么大。差唔多一粒籃球咁大。差唔多一粒籃球咁大。請問知道大概的坑洞深度嗎？請問啲窟界太弱深度嗎？請問啲窟界太弱深度嗎？深度大概30公分吧。深度太弱，30公分。深度太弱，30公分。彭小姐，方便留下您的聯絡電話嗎？彭小姐，方便留下個聯絡電話嗎？彭小姐，方便留下個聯絡電話嗎？我的電話是0123456789。我電話係0123456789。我電話係0123456789。好的，這邊會為您通報處理。好，立項會同通報處理。好，立項會同通報處理。請問處理完之後需要通報給您嗎？請問處理了後需要通報嗎？請問處理了後需要通報嗎？好的，小姐，再麻煩回電給我啊。好啊，小姐，我再麻煩回電俾我。好啊，小姐，我再麻煩回電俾我。
彭小姐，案件已经为您登录。彭小姐，案件已經登錄咧。彭小姐，案件已經登錄咧。跟您确认一下，同行確認一下，同行確認一下。您反映的是享学街1號的路邊。反映嘅係享學街1號嘅路線。反映嘅係享學街1號嘅路線。有一个大约篮球大小的坑洞，有一個體育籃球大世界區，有一個體育籃球大世界區，深度约30公分，需要做修补。深度大約30公分，需要修補。深度大約30公分，需要修補。案件编号您要记录下来吗？案件編號內記錄落來冇？案件編號內記錄落來冇？没关系，冇關係，冇關係。再麻烦请相关单位尽快处理啊！我再麻煩請相關單位趕急處理。我再麻煩請相關單位趕急處理。好，请问还有其他市政业务可以为您服务的吗？好，請問還有其他市政業務是在為您服務嘅冇？好，請問還有其他市政業務是在為您服務嘅冇？啊，没有啦，谢谢你啊、冇咧，羅拉遠，冇咧，羅拉遠。没问题，谢谢。冇問題，羅拉，冇問題，羅拉。祝您顺心愉快，再见。祝順心快樂，將來了。祝順心快樂，將來了。